我各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11点台语新闻，我是郭怡中。新闻都开始，赶紧带大家关心11点上新的消息。要来关心前立法院区议本来伫咧国民党不分区立法院的名单内底，登记时间到进前，强强变作新党不分区排头名。台北市市长郭文哲顶礼拜五互人访问时，伊讲看起来那真像是共产党提名，引起区议无欢喜。下早来到台北地检署告郭文哲牵涉到迫害名声，也有牵涉到妨害选举，咱这回来听上新的讲法。我提出2点补充，1点感想。2点补充呢，第一点，我们今天要来对柯文哲主席提出违反选罢法跟名誉毁谤的诉讼，是因为柯文哲主席无凭无据，信口开河，污蔑说我像是被共产党提名的。我必须跟大家说明清楚，我是新党提名的。柯文哲如是说，不但是对我个人的侮辱，也是对新党的攻击。第二点，刚才秉忠也说了，柯文哲说他常常被人家抹黑抹红。一个政治上面现在已经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人物、大咖的角色，明明自己知道被人家抹黑抹红的痛苦，却没有办法用同理心去对待在政治场域上面，不管是朋友吧或对手吧，你觉得这样的一个度量，这样的一种偏狭的想法，我真的是叹为观止。我希望柯文哲想想他自己，他被抹红抹黑的时候，他难不难过，痛不痛苦，郁不郁闷，想通了就知道。而不是说自己被人家抹黑抹红，于是就反过头去对无辜者进行抹黑抹红。这样的行为让我对柯文哲大大的失望。而且柯文哲说，国台办对国民党、新党都控制得很好，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说法，他的证据在哪里？他的理由在哪里？我也很想希望能够听到柯文哲进一步的解说。接着我要谈我的感想。柯文哲今天在政治上举足轻重，其实他该感谢我的。2006年5月以前，没有人知道台湾有一个人叫柯文哲。柯文哲当时在政治上面一点声望都没有，没有人知道在台大医院里面有一个很喜欢讲话、屏东屏西的医生。那一年5月，我记得应该是5月9号，我揭发了赵建民的台开内线交易案，那个案子走了10多年，现在还在审。可是赵建民有没有罪，大家应该都很清楚，只不过在争议赵建民内线交易的金额到底在1亿元以上还是1亿元以下，所以才缠讼到今天。而当时因为赵建民是台大医生，所以当时媒体的朋友很想找一位比较偏绿的、比较墨绿的，跟赵建民有认识、有互动的，而且也是台大医生的一位人物出来讲讲话。因为那时候台开案太轰动了，结果就找到了柯文哲。我所了解，柯文哲还是自动跟媒体报道，请缨上阵的。也因为柯文哲无厘头式的说话，大家觉得他很像台湾政坛里面刚刚崛起的政治周星驰，所以柯文哲的无厘头就开始得到媒体的青睐。从此柯文哲频频发言，懂的也说，不懂的也说，莫名其妙的柯文哲就红了。
政治上的周星驰，就成为今天的台北市长，也成为今天台湾民众党的主席。柯文哲该饮水思源啊！当初带给他这个机会的，给他这个场域的，让他有今天的荣景的，甚至他未来可能还想争大位，给他这个机会的人是谁？那不就是邱毅吗？一个人要饮水思源嘛，要有感恩的心嘛。柯文哲也常常跟他组织过的患者，也跟他们说：你们要有感恩的心啊。那他怎么对我毫无感恩的心呢？当年我给了他这个机会，他搭着赵建明的便车，于是在政坛里崛起，今天才有这番荣景。而帮他开这个路的人，不就是今天被他攻击的邱毅吗？他明知道邱毅是新党提名的，怎么又变成共产党提名呢？他为什么对从来没有攻击过他的邱毅跟新党做如此无情、毫无根据、信口开河的抹黑跟抹红呢？柯文哲摸摸自己的良心，摸摸自己的良知，好好想一想，如果有点悔意，也不需要公开道歉，私底下打个电话给我就可以了。